BW Design Centre 今日帶大家參觀位於長沙灣嘅工廠大廈，由1986年落成，40年樓齡，15000尺嘅超大型辦公室進行大變身，由傳統辦公室到空間及設施升級，打造高效舒適嘅現代工作環境。項目要求唔停工、唔影響網絡，所以裝修工程分為3個階段進行，並提供臨時辦公解決方案，將員工安頓喺同層內另一個獨立單位作為臨時辦公空間。為咗令搬遷過程無縫銜接，我哋提供一站式搬遷服務，包括電腦設備、個人物資嘅轉移，並確保臨時辦公空間嘅基礎設施完全滿足客人日常營運需求，例如網絡穩定性、電力供應，以及支援海外業務嘅國際電話系統。另外，我哋喺施工區域同辦公區域之間設置咗獨立嘅出入口，嚴格分隔施工人員同員工嘅動線，同時有效降低噪音同灰塵嘅干擾，並每個星期進行工地會議，加強同客戶保持密切溝通，確保工程順利進行。為提升客戶對設計方案嘅參與感同滿意度，喺工程開始之前，為客戶安排前往國內家私廠進行實地考察同選材，親身體驗材料質感同製作工藝，客戶更直觀咁理解設計方案，將概念轉化為具體嘅工程細節。客人係一間多元業務嘅跨國企業，有超過40年喺全球發展嘅經驗。喺工程開展之前，設計團隊進行咗多次技術檢查，涵蓋電力系統、IT 網絡等多個關鍵領域。而原有辦公室喺空間規劃同功能分區上存在不足，影響咗部門間嘅協作效率同員工嘅日常體驗。設計團隊深入分析咗客戶嘅業務架構同運營模式，重新規劃座位佈局，將相關部門嘅員工座位集中排列，縮短溝通距離，同時創造更具凝聚力嘅工作氛圍。另一個挑戰係辦公室樓底只有2.2米，並且有橫梁。BW 設計師採用淺色調同埋智能照明擴展視覺空間，開放式佈局同半透明間隔，提升流動性、平衡功能同美學。冷氣系統設計方面，原先採用舊式水塔冷氣系統，但呢個系統存在多項弊端，能源消耗高、維護複雜、價格高、噪音大、製冷效果又唔平均等等。所以今次嘅工程改用為 VRV 變頻多聯機冷氣系統，可以根據實際需求智能調節製冷量，有效降低能源消耗，支援一鍵式集中控制同智能溫控。同時喺接待區特別配置咗一個遙控裝置，方便同事輕鬆開關冷氣，簡化管理流程又慳電。以上嘅寫字樓設計升級同裝修資訊由 BW Design Centre 提供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寫字樓嘅裝修設計資訊，記得立即訂閱我哋嘅影片頻道啦。